来有真侪人出国，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、8月份的总运量会比去年成长9.5%，会有853万人次。机场的坐稳最近的运量嘛增加真侪，所以一开始要先增加透早甲半暝2班车哦。上早透早5点半，上暗返点，拢阁有机场坐稳通坐。休热出国大季，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月、8月总运量会有853万人次，比去年成长9.5%。机场积分这几年运量也大大增加，坐机坐到机场旅客占总运量的3成。季2023年平均日运量是25690人次，到今年6月已经成长到每日36649人次。我从美国飞过来嘛，然后我早上4点钟到机场，我还需要等到6点钟才可以搭捷运到台北市区。为体管服务量能，土车公司决定 A 1支老街客站发车班次自一开始早暗各加1班，未来上早透早5点33分倒车迎接到台北，上暗碟透早0点23分倒车迎到机场。早班加班车自清晨5点33分从 A22老街西站发车，比原首班车6点13分提早半小时发车。另外，深夜机场加班车延后到深夜11点50分发车。方便啦，因为如果有早班的班机或者晚班的班机，就是都可以乘搭。针对机制增加2班加班列车，透早中昼往台北方向的早班加班车，甲半暝往桃园机场的加班车，旅客大部分拢正学旅。机场积分为疫情了后，旅运量也一直稳定回升，为目前已经成长每日超过12万6千人次来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